么我那著伤心痛苦？爱情虽然无进步，我对我的前途，我对我的前途，犹原也是著爱顾。但是我目前失恋中，要做头路也是愈做愈糊涂。谁人了解我啦？为什么我会来对伊癡迷？男性应该爱坦白，伊的美丽青春，伊的美丽青春已经甲阮无关系，但是我目前失恋中，满腹情火总是愈想愈怨切。谁人要救我啦？为什么我每日感觉稀微？坚心想要放袂记，应该都有意志，应该都有意志，重新来找好情侣。但是我目前失恋中，垂头丧